哇，有洞洞无休养嘅条路哦。New Star， 廿嘅条路有喺马街喏。冇，硬愛留 New Stock， 有笪條路做不幾好耐啊！街，廿嘅人嘅条路喺马街啊。佢嘅條路就係做唔得講，詳細看今晡日嘅節目，唔就知佢係啲做乜嘅條路嘅哦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義奎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時間譜。呢個禮拜社會時間譜，我同你大家都認識當多你想啊冇想過嘅特別專業，到底要嚟到成為小嘅世界攞到現場嘅來賓，其實同埋做小編嘅係郭禮財。大家好，但你看到係從頭，大家好，第三屆可可，大家好，最尾一屆看到係Naomi。大家好。到底要嚟到本人想唔到嘅專業，有乜嘅省錢內容？同我嚟看呢個禮拜社會看世界。這禮拜小介特別的專業，都係分布到四台酒，提前延長 New Stock 同你到當年的廢酒戲。哎，TQ 開始聽懂，我做廢酒的哪位嘞？我們到了非洲的哪裡？我看乜嘅東西咧，要搶相片搶出來。人。台帽，女生。通頭說5個女生，長鬍子的女生。哦，5個男生。哦，我嚇一跳，你看到穿裙子就女生了。還有看到什麼？可可Naomi都帶着一樣的東西。有他手上還有拿鈴鐺哎。鈴鐺碗，到底 NTP 的打扮我看到乜嘅？搶看題目。佢嘅條路同大家有乜嘅相關咯？第一，提供精神食糧；第二，補充生理需求。四位小伙請出示答案。我放錯了。啊！可是，所以你其實要要擺的是精神食糧嗎？對，可是我覺得如果是生理需求，因為它帶着那個東西有點像是碗或者是水之類的，說不定它是以那種東西來裝食物，然後來補充自己生理需要的東西。OK， 生理需求也有，但是就是覺得鈴鐺的對的幾率比較大。我剛看到他手上拿的鈴鐺了，鈴鐺搞不好是要演奏什麼的。他頭上戴那個帽子可能是跳舞，然後身上背很多碗和那個鈴鐺可能是演奏音樂。究竟是將錯就錯的Naomi答對了，還是另外3位精神食糧同學答對？有請 New Stock。答案是，恭喜Naomi。你看，一開始擺錯，就你才是唯一答對的人。來，你的地球，這個是在很久以前，你看照片都還是黑白的。你有沒有發現它上面有一個工具，有一個設備？所以這個就是像是茶壺的裝置，裡面裝水，它倒水給那個小朋友喝，有沒有那一根控制？它這樣斜下來，水就會流出來。然後到了現代，他們依舊在賣水，生理需求嘛，喝的水。可是像我們這些外地觀光客會覺得，哇，他的服裝好特別，他的打扮很罕見，所以他除了賣水之外，也會有人跟他們一起合照。條件題，你就貼片嚟買水嘅人，你看到對非洲嘅摩洛哥，山呢鏡頭曬到那麼就遠，來從非洲前往拉丁美洲，往南，哎，到了南美洲的中部。有人知道玻利維亞這個國家嗎？聽過。那要看什麼題目？我們先請 New Stock。有兩個斑馬人嘅條路係乜嘅喏？第一，保護野生動物；第二，保護人類。通常我們人類現在都會講說什麼野生動物被快滅種了或者什麼，所以比較有可能是保護野生動物。
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要让，可能那个地方很多动物经过或者什么，然后怕动物过马路会有危险，所以可能借由人去扮演动物，让动物感觉跟同类走在一起。男生们，科科，保护谁？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跟斑马线好像有关系，可能那边违规的车子太多了吧，然后他们就要用人来就是挡车子，然后让人过。那为什么你说它像斑马线，它为什么不躺着？两眼鹰团是保护动物，两眼鹰团是保护人类和动生的。什么是动物？谁来是人类？谁来什么叫抢空给他？哇哦，两位男生，来，先拿你们的地球。我们看下一张图好不好？有没有？你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笑？其实就是刚才科科讲的，他在马路的正中间，他把自己当成是，比方说也像导护老师，也像是斑马线的功能，因为他们的交通很混乱，然后他就用这种方式。如果是你看到斑马线，你可能还会不停，可是你看到前面是一个真的像斑马的人，你能不停吗？那他要怎么样来进行？我们请 News Dog 来解答。News Dog， 爸妈你好帅哟！我们想来做。宝宝，上来做斑马人是冇按规的哦。除特爱学用一本用路人快乐，还要经过当然条嘅训练，了解用路嘅安全，还有交通规则咯。原来爱做斑马人，还爱上课呢。错啊！一条斑马人对喇叭实施嘅居民来讲，喺路上做得本佢哋帶來快樂，佢哋要平和輕鬆嘅方式鼓勵大家遵守交通規則咯。啊，唔過但將斑馬人維護交通很辛苦哦，希望大家咩做得自動自發。人家看得非洲的賣水人，還有南美洲的斑馬人者，才能強調而殺的歐洲去入場 News Dog。來到了歐洲的哪裡呢？荷蘭。你們看得出來，這個一般的城市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？一条河，河，荷蘭有很多地方是低於海平面的。所以它不止一条河，为什么呢？来 ，News Dog 进去一点，有没有？我们刚才从高空看，啊，其实从平面看，街道旁边都是河道，他们的运河。你稍微看一下这张照片，注意一下里面几个元素。好了，要出题目了。来 ，News Dog。怪樹流嘅東西有乜嘅特色？第一，游游長做得甜筒；第二，甜筒咧就做得老油 fintech。很好，高小姐，你知道今天还是有惩罚的吧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觉得有油才能动，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大的感觉。那个怪手感觉很有力、很大，可以抓很大的东西。我觉得有点像脚踏车，因为它的那个外貌，它的那个形状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马赛克的地方像脚踏像车。？你觉得那像什么？脚踏车。我觉得像人面狮身呢。婴儿，我觉得像大头的鳄鱼。对，来，右强 News Dog 改答。恭喜三位，嘿嘿，高小姐，没关系。来，我刚才跟大家介绍，我们这一题这个礼拜是职业，很特别的职业。我们的题目进行方式也很特别，有4大洲嘛，每一周的题目都要答对，才可以拿地球。那没关系。这一题是欧洲的第一题，你们3位先把地球拿出来，第2颗地球。可是，待会欧洲的第2题，你们答错的话，地球就要放回去。高小姐，加持一下哈，加油哈，空空的，加油啊！来，来看一张图片，它就是专门在运河里面，你看那个不是一台脚踏车了，你看我们刚才马赛克的地方，其实是一整堆的脚踏车。它就是荷兰是一个很多脚踏车的地方，那平均每个人有1.3台的脚踏车，
你看，哇，他的脚踏车已經被埋沒在腳踏車堆裡面，你們停車多到這種程度。誒，你看睇 L 組嘅 TGT， 下 GT 係乜計？6強 New Stock。我們跨過了英吉利海峽，來到荷蘭旁邊這個國家是哪裡？英國英國。看乜嘅東西咧？6強 New Stock。哎，又是河。你們看到什麼？天鹅，天鹅，這個是英國倫敦的泰晤士河。那你們剛才看到一開始講天鵝，它是英國皇室養的，養在泰晤士河的。充足了嗎？看夠了嗎？來，又講 New Stock 出題目。一條人做乜嘅愛做天鵝呢？第一做皇家鵝肝醬，第二做例行性嘅體檢。哦，很一致哎。皇室吃的，就是应该要很干净。可是，就算它是在首都的那种河，说不定外表看起来那些天鹅都看起来很干净，可是里面有掺杂一些病菌或者什么的。如果是真的是吃的话，应该会干净一点的吧？我一点都不覺得這個不乾淨啊。不是，就是你這樣，它平常在河裡這樣游，然後你現在把它抓起來，所以你也覺得要把它豢養在一個地方？對。你們都真的是小孩子，我們現在都要吃放山雞，有沒有？誰要吃那種圈養的動物？在河裡面這樣身體才健康啊。可能是給皇家的人或是一些人那個觀賞這邊美景，然後有天鵝這樣，然後要對天鵝進行一些體檢。就是如果是皇室要吃嘛，那也一定要進行就是身體的調查。哦，所以是檢查完再吃。來，前面就按哦，按右講 New Stock 改答。好啦，因為你第一題你答對，縱使你這題答對，我還是不能讓你。哎，你幹嘛？不要把球拿出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看含義撞相片，有沒有？很大一隻，有沒有？很大。然後他們就是幫他做各式的身體檢查，每年都要檢查一次。那詳細要怎麼抓住他們？要檢查哪些項目？又講 New Stock。哦，原來天鵝係英國皇室嘅寵物。不過，做乜嘅不把寵物養在家裡？冇，一條天鵝雖然係英國皇室嘅寵物，不過佢哋啊，平常時都只有啲泰晤士河順巷生活。為到天鵝嘅空間，算天鵝太脆，我哋當年青熱，一隻一隻攞佢哋捉來做體檢，同時咪會算一下有幾多隻天鵝，還有小天鵝寶寶。哇，係天鵝 baby 耶，喊等一下咯。冇，當等一下錯哦。唔過啊，是有人是睇下安等一下嘅天鵝呢。媽該，怎麼能夠？啲英國食天鵝係犯法嘅，不過啲2013年是發生過有人吃睇嘅野生天鵝派來食嘅事情，認真按樣，英國警方還有保育單位還成立嘅專案小組，我進行調查，原來係萬人食睇嘅天鵝。剛才節目現場，上半場可能非洲、南美洲啦、歐洲3年，所以每一題我寫到你夾那個亞洲，那這國家又講 New Stock。我們從歐洲回到我們的鄰居，日本，當然，日本有去過日本的舉手。哦，哇哦！所以這一題大家都很有機會哦，該理解好情況下。來，看日本的馬改，先看 New Stock 的圖片。這是哪裡？誰看得出來？火車站，沒概念。東京。
东京为什么？什么让你判断是东京？感觉很多，感觉东京好像比较多人。 OK， 很多人都去过日本，都去过东京，这一题应该连你也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运动加精神，虽然你这一题纵使答对了，你还是得面临处罚，但是我希望看到有球出现在场面，我尽量。可以吗？高丽菜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加油！来，抢款题目。人客加唔送茶嘅時節，政府人員會做乜嘅喏？第一，温柔老記來下來；第二，失望老記送去。请出示答案。不是说我每次都要先 Q 高丽菜，你来我这边看一下，来我这边，来你当一下主持人。如果是你会先 Q 谁？红色桌子、绿色桌子、蓝色桌子还是黄色桌子？红色。为什么要 Q 红色桌子的人？因为它不一样啊。他不一样。哎，那我们请他回去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应该不会那么暴力吧。给我上去！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温柔，讲话轻声细语。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凶啊。对，他对啊，看背影就凶了，看起来超凶的。很凶哎。所以他不能脸凶，动作温柔吗？请你下车。他看起来就很凶，就可能说给我上车，砰。我是看过之前，就是我跟爸爸在上网，然后爸爸就给我看一个影片，就是因为下班的时间嘛，会有很多人要坐地铁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要赶着回家或什么，然后就很多人要冲进去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列车长王就从前面跑过来，然后就推你有%多少的信心？0到100？ 50吧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可是恐怕是我不确定嘛。 ？OK， 那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乘客，你就是门口那个人，你希望是被推进去还是被拉下来？推进去，推进去。如果想要有人没有回答？推进去啊。你也想被推进去？推进去。来，我们看 New Stock 想被推进去还是拉出来？噔噔噔噔！我们来看一下图片，真的就是刚才可可讲看到的那个影片，而且也如同你们刚才4个人一致回答的，如果是你，哎，我赶着要上学了，快要迟到了，如果被拉下来怎么办？你可能这一班没坐到，下一班到学校就来不及了。下一张照片更有意思。你刚才讲很多门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就这么办啊！每一个门旁边都有一个人，45度。他们就是这样。这是1968年，49年前。恭喜3位小欧，你们第3颗球，加油，好不好？没有球，但是我们至少答对一题，可不可以？我对你有信心。Content any 就会提出题，下一家国家爱看下位就抢 New Stock。我们从隔壁的日本出发，往新南向，来到了印度，世界上第2多人的国家哎。印度要看什么呢？直接请 New Stock 出题。请問一定有人負責運送乜嘅東西呢？第一，做唔得送茶嘅東西；第二，摸上一部嘅冷體嘅帆布。好，请出示答案。1、2、1、2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拿的方式怎么样？用抬的，然后角度呢跟头顶的直直的，直直的，它是呈现水平的。说不定怕便当倒。哦，你这么有自信是便当啊！我们先听听另外一位举1号牌的高小姐吧。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特地为了不想让乘客的便当冷掉，然后去帮你抬便当。在大费周章啊。对啊，他管你便当冷不冷，就想办法不要让它冷掉就好了。不能上车的东西应该没有多到这些，因为可能不止这2个人在运送，可能更多人。可是你如果就像你上飞机或是你上船那些，你不能上的东西就是可能怕你伤害到别人或者什么，那他怎么可能还帮你运送那些可能会伤害别人的东西去别的地方？OK， 喺咩正經場世界社會所歡喜嘅，到底馬莎草要請 New Stock 嚟解答。
真的有人一题都没有答对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每一题都很认真的参与了，只是你比较不会猜题而已。第一题是有人答对，就这一题答错的，请自动一点，好不好？柯先生，球要收起来。好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就知道，每一个都是便当。你觉得一个人背了几个便当？大概数一下。大概有10个、15个、十几个。10几个。搭火车，可是他如果便当不送上，他是送上火车还是不送上火车？如果他要去的地方是比较远的，他就必须要搭火车。那你们一定很好奇，要怎么做？然后这个过程未免也太大费周章了吧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请 Newstalk 解答。一条翻包快递就按到塔巴雅啦，意思就是翻包人。记得听错，我哋当主用餐嘅时间之前，留小碌碌嘅饭包送到指定嘅所在。对英国出名时刻开始，一條塔巴雅啦就照顧定所有孟買上班族嘅當主餐。不過有按到嘅飯包，因為可能不會出錯啊。No， 咁樣唔就唔錯咧。當日早上，塔巴雅啦佢哋會用清潔嘅速度，到維團人嘅屋卡度拿小碌碌嘅飯包送到適中嘅所在。個照提點時間來分類，將運送到目的地。塔巴雅啦送飯包嘅準確度，連超級天鵝都會留佢哋朴樹哦！Bravo！林小強現場嘅時候，分享戰隊特別嘅投入，原來都心得致歉，先用熱烈嘅掌聲來分享，來自玻利維亞斑馬人高麗菜。哇，太棒的懲罰了，太 Q 了！來，斑馬人請坐。來自玻利維亞的高麗菜，來，今天這麼多職業，我斑馬人稍待一下哈，待會餵你吃草哈。有什麼心得？就是天鹅大队，因为我对动物，我喜欢动物。然后我刚刚看到他们是有抓住他们，就不让他们乱动，那做一个检查的这种动作。所以我觉得我对天鹅大队这个比较印象深刻。我对那个荷兰那个吊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职业非常的觉得非常有趣，因为毕竟在台湾就是汽车、机车到处跑，就是很少看到那么多脚踏车。刚有看那个照片，就是脚踏车一大群，想要停都没位置，那就在台湾就没有办法看到这种景象。这样，高小姐应该就不用讲印象最深刻了吧？我们印象都很深刻了。我觉得是他，因为呢，就是有穿着那么可爱的衣服在街上走，看到就会很开心。但要小心哦，他们有人不幸被车就是撞到，甚至被撞死。对，然后一方面也是这么危险的动作，竟然还会有人愿意去做。而且你现在是在摄影棚，在冷气房里面，如果是在外面，你应该已经满头大汗，对不对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拿着那些碗，然后去给人家倒水，还有卖水。我觉得这个职业还蛮奇特的。如果你到了北非，你会跟他们买水吗？你敢喝他们卖的水吗？如果有遇到，应该会体验一下。然后你愿意体验一下？其實你看到當多經驗，係台灣完全唔去看過，也幫你打開一新嘅世界，是看到你嘅世界。希望下拿到精彩節目內容，對大家禮拜六觀眾朋友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十件譜，拜拜。哎，媽媽，跑吧！哎，你要跑去哪？我希望你跑過來幫我們指揮交通啊！你秀幾招指揮交通的基礎動作，你會不會？左轉，這樣嗎？禁止通行，加速前進。